老苏，啊，看个啥书？我在看《射雕英雄传》。我小时候吧，特别流行武侠，我也有过武侠梦。记得我看《射雕英雄传》的时候吧，还跟着电视剧偷偷的学了几招降龙十八掌。哎呦，想不到你也会练拳啊！能不能展示几招让大家看看？好吧，我还是第一次在人面前展示，要是打得不好，别笑话我就行。不会。可以啊，老苏，打得不错，有武侠风范。过奖了，大年初一刚好徐克导演的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上映，我还挺期待的，还没在电影院里边看过武侠电影，我得去看看。刚才练这几拳让我感觉热血沸腾，浑身充满力量。我现在想去写一幅大气磅礴的书法作品，走，帮我抬桌子去。江湖之大，高手辈出，武功高强的人未必就有一颗怜悯之心，而武功低的人未必就不能行侠仗义。